海泉灣溫泉中心呢一度咧，充滿住異國風情嘅溫泉池，而我身處嘅南洋溫泉區咧，就主要突顯東南亞嘅風格嘅。冇錯啊，見呢度椰林樹影、陽光與海灘，唔係陽光與溫泉之下，真係好似去咗巴厘島度假一樣啊！呢度咧仲有幾間 SPA 海景房，驟眼睇咧啲裝修啊、佈置啊，真係好似東南亞嘅 resort 一樣㗎。外面咧仲有一個露天溫泉添。喺咁靚嘅環境底下，等我都做翻個 SPA 先。今日師傅咧就會同我做一個泰式按摩，唔該師傅。喺咁正嘅海景之下做 SPA 真係好舒服啊！我真係唔捨得翻香港啊！Rainbow 你咁識嘆，好彩我都唔執輸，俾我揾到呢個地方，可以一邊浸溫泉，一邊居高臨下咁欣賞無敵大海景啊！喺咁優美嘅環境底下，將全個人放鬆，浸落溫暖嘅泉水入面。全身嘅毛孔血管咧都得到充分嘅舒展，可以有助舒緩疲勞同埋減輕精神壓力㗎。如果想浸溫泉又唔想俾人騷擾嘅話咧，呢度有好多唔同特色同埋唔同風格嘅溫泉套房。每一間溫泉套房入面咧都有自己獨立嘅溫泉池，咁喺呢度浸溫泉咧就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啦。為咗確保旅客有足夠嘅旅遊保障，建議出發之前購買一份旅遊綜合保險。詳細資料可以向旅行社查詢。另外，旅客可以將份旅遊證件嘅影印本交低俾香港親屬保管，以備不時之需。